我们不做一锤子买卖啊。那么贵，我今天把它打骨折、打残废，一定要让大家满意为止。怎么办呢？杀打送，好不好？现在咱们可以上台来定了，加起来1520块。贴星期5个8月上去，一次6个自己活动一起烧，1500块钱2桶油，你买了没有？没有啊，我也没有。因为你不买，我就不买。我肯定不买的。我们2辆车150个人呀，我数了一下，上台的不到1/10，看来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。这个厂啊，没有形成生产能力。你看他的哪有车来装货？像昨天就是放这几个箱子，我们看得到，就2个人这个重。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来，所以把箱子装出来。很多工厂都是这样，过来参观的时候，用几个工人在弄。所以这个油的来龙去脉还不知道了。对，真的呀，他能做什么油？就是。我在杭州几个老朋友养老，哎呦，我们都去参观了，那公司实力雄厚啊。这个公司不是他们，这是别的地方借的。然后钱几十万都没有了。不管哪讲，疯狂定凶。好的来讲，你买个2个的，甚至4个的不用的。你帮5万我买2瓶，1500的，你想想。要3000个呀。退休工资只有3000块，吃2桶油嘛，我不给你吃西北风。我们到三清山区一模一样的，三清山区那个老总啊，口才呀比他还要好了。他说我最起码有10个亿总有的吧，几百亩的山地都包下来，一开价1万块，最后就是8000、6000、5000、4000、3900。好，我老婆上当了，这应该买了，本来100多块，现在在3000。什么东西啊？牛皮席，一个席子，跟这个现在的套路一模一样。然后3900买了一条席，每天一直现在放在那里用都用不着。到另外那个铁锅，这个烧鱼不会什么什么。多少钱一个？2000块。买了没有？2000块。又买了。一个铁锅2000，我们2夫妻买了6000块钱，然后回去以后我说铁锅就用吧，炒了1个礼拜的菜，铁锅下面都裂开了。我说花2000块一个铁锅就1个礼拜就，他说你可能什么地方自己摔坏了吧？照片拍好给你看，摔坏是这个样子吗？就这样吧，我跟上面领导请示了，退钱是不可能的，这你换一个，但是你来回用费100块，你再寄给我，花2100块钱，这么一个锅，现在还放在家里面，还没烧。所以你现在是不买了？哎呀。顶住气，不要动摇。我们10几个人都一个都没买，我是肯定不会买的。我给你点赞，这是我亲身的经历，我上当好几次了。我的天，有一次我们单位里面人到昆明去，就到一个地方，每个人都叫你做心低头，给我一做，哎呀，好兄弟啊，你这个心盖肺都是糊里糊涂的了。里面好像事故现场一样，惨不忍睹啊！我吓死了，那怎么办了？是深海鱼肝油，这一次就好。我又买了600块，没用。每次上当，我这次总算咬住了。